拜見大王。免礼。听说为了这个园子，你们几个用心得很，亲力亲为，不容易啊。臣妾愚钝，不能在国事上为大王分忧，只好做些士农木头泥瓦的小事。苦心经营，单丝节律，花的心思都是一样的。大王过誉。大王，我们还有选建亭子的地方，就先告退了。好，你们忙你们的吧。哟，大王恕罪，老奴忘了炉子上还正煮着茶呢。去，老糊涂。你们几个也都走了吧？是。你往日见了寡人喋喋不休，为何今日默不作声啊？芈月怕言語有失，衝撞了大王，還頂罪。這些日子，你一次都不來承明殿，原來是一頭鑽進這山水中了。大王，先別說自己的委屈，朝中重臣公函伐蜀之爭，已經演變成了義氣之爭，臣子之間因此有了嫌隙，很難再商議下去。我讓兩個孩兒以此為題目爭論，童言無忌，大家都是旁聽客，反而容易明了兩方各自的主張，利弊就越辯越清楚。你這個丫頭，不從大局着想，還跟寡人說什麼磨刀石？原來如此，芈月懂了。芈月錯了，望大王恕罪。看在你幫助張儀的份上，寡人這次就寬恕你了。我下這兒。那讓娘親想想，該下哪兒啊？繼兒，大王，來。父王，你好久沒來了。可有想念父王？嗯。父王，我好想你啊。繼兒又重了。繼兒快下來，父王累了。來，公子。走了，小公子，我們出去玩去。來。大王面帶喜色，定有佳音。張儀的計謀成了，寡人讓張儀在蜀道放置了5隻石牛，夜裡悄悄讓人在石牛屁股下面放金子。蜀人以為石牛會拉金子，馬上報告蜀王，蜀王大喜，派出力士開山闢道，要拉回這5隻石牛。看來蜀國已在寡人的掌握之中了。恭喜大王，賀喜大王。寡人若得巴蜀之地，水陸可直通楚國天險；寡人若得巴蜀糧倉，將來再有大戰，秦國便可無後顧之憂。此番謀劃，你立下了大功。你若是個男人，此功可封上侯，受食1000戶。如今臣妾亦是受千戶之爵，所以大王就不用再賜臣妾什麼了。月兒，寡人不會忘記你的功勞，至少你該為繼兒討個封賞。那臣妾暫且記下，等有一日再來向大王討要，可好？不好，寡人從不賒賬。那今晚老伯再背月兒一回。好。捷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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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公元前315年，秦軍借道八國，佔領成都，蜀國滅亡。又借察國與八國勞軍之機，一舉滅亡了八國和察國，盡收巴蜀之地。從此，秦國從水路可直插楚國大後方。秦軍拿下巴蜀之地，大王今日在朝堂上獎賞攻佔巴蜀的有功之臣，竟然還特別誇讚了公子季，說他力主攻蜀，見識過人，可與那神童像什麼相比？像什麼？神童項佗，他7歲時，孔子尊他為師。這殿外邊怎麼這般喧鬧？大王歡喜，論功行賞，宮內外彈冠相慶。吵得我頭疼。轉眼又是一年春日了，光陰似箭啊！春光依舊，物是人非啊。姐姐可曾聽說張儀前幾日在朝堂上說，大秦疆土現今已擴張數倍，江山社稷需要後繼有人。他建議大王考慮立楚，還說應當立長、立賢，卻只字未提立嫡。朝中的舊族也有人公開推舉公子華，這下王後的頭疼病定會越發厲害了。王後的頭疼病加重，大約還因為秦軍佔領了巴蜀之後，楚國的水路洞開，秦軍自巴蜀沿水道入楚，可謂便利得很。他的王兄啊，又要來信罵人了。小心點，別弄灑了。王后，唐夫人，魏良人。王后好兴致啊！过去只知道蜂蜜甘甜，殊不知這一點一滴的蜜糖竟來得如此不易。好在這園子裡，一年四季花兒朵兒開得到處都是，瘋子們也不缺食。王后當心，這些瘋子與內侍們相處慣了，熟知了他們的氣味，倒也沒事。但若是陌生人，他們會毫不客氣。唐姐姐，我們也要離遠些為好。姐姐放心，我來之